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甲大家参加主持伫这礼拜。咱即摆用欢喜的心来做伙而乐，来唱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主的喜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主的喜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主啊，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接下来咱来唱《恩典之路》。
真理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归途，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你不要离谱，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你不要离谱，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领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引我走真理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你不要离谱，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你不要离谱，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领我走这人生路。你不要离谱，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你不要离谱，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领我走这人生路。你不要离谱，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你不要离谱，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领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领我走这人生路。所以咱来唱，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中。我会记得这首歌拢是伫家庭礼拜时阵会唱。虽然阮即马暂时无家庭礼拜，但是我相信主永远伫咱的生命中，伊要顾守咱每一个家庭，咱每一个人。咱来唱，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中。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
我就永远袂惊惊。风雨遐尼大，空也这尼宽，有你同在无忧喘。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三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干，石头的沿岸，你的疼痛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沿岸，你的疼痛无变化。阮情正大，怎样感谢你心甘主念惜我？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惊。风雨遐尼大，空也这尼宽。有你同在无忧喘，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三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干，石头的沿岸，你的疼痛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沿岸，你的疼痛无变化。阮情正大，怎样感谢你心甘主念惜我？海水的海水的干，石头的沿岸，你的疼痛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沿岸，你的疼痛无变化。阮情正大，怎样感谢你心甘主念惜我？海水的干，海水的干，石头的沿岸，你的疼痛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沿岸，你的疼痛无变化。阮情正大，怎样感谢你心甘主念惜我？海水的干，石头的沿岸，你的疼痛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沿岸，你的疼痛无变化。阮情正大，怎样感谢你心甘主念惜我？阮情正大，怎样感谢你心甘主念惜我？
接续最后一首，咱来唱《祈祷》。咱用这首歌叫做咱的祈祷、祷告。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祷告。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你都明白。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祷告。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你都明白。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有些事。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
口我有。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有讲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福分，就是我们能够祷告，而祷告就会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再来唱一次《祷告》这首歌，用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祝福。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祷告，你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的都明白。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年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年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请咱闭板心来做礼拜。
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着用呵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呵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三甲来吟圣诗152首。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你是我所靠，我心的救主。为着可怜我，你捌受苦痛，阮一切挂虑求你来投降，请起立并转手。
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的出世，伫本丘比岛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共同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活命。阿门。三甲来启应文37篇，三甲来启应文37篇。无你挂入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恁的性命敢无较大于美牛？试看天中的飞鸟，恁的天父也得饲伊。恁什么人会用挂入互性命较长一刻久？刺绣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若是我甲恁讲，当所罗门极行伍的时，搭山里的草啊，山里的草今仔日直地，明仔日迄伫火炉，上帝互伊穿甲安尼。所以无伫挂如讲，阮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跨路，一日的艰苦，伫一日教业。三甲过来吟圣诗260首。我心群我施温宝座。主要听我祈祷，谦卑拍败伫伊骹前，心神稳定安宁，请坐咧吟全首。
三角来祈祷，感谢上帝带领阮，互阮每一个人拢充实过一礼拜。今日阮用感恩的心来到礼拜堂敬拜上帝，求上帝接受阮的敬拜。每一个人一生拢祈求平安、健康、财富。感谢主，你用恩典赏赐阮，互阮拢有满足的喜乐。感谢主，你有引带阮的心，互阮无互世间的风俗甲欠算来束缚阮信仰的自由，也保守阮的心，无互魔鬼引诱来离开真道。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门。赞美，请献歌队。
三甲来强守上帝话，记载旧约列王记上卷第8章54节到60节。列王记上卷8章54节到60节。54节，所罗门伫耶和华的坛前脚头有跪地，手伸向天，所对耶和华所祈祷恳求的，已经祈祷明白，就起来，伊就徛地，大声祝福以色列全会众，讲：耶和华是应该着学乐的，因为伊一切所应允的，赏赐平安，予伊的百姓以色列。既然托伊的奴仆摩西所应允的好话，无一句落空。愿耶和华咱的上帝，甲咱伫地，亲像伊甲咱的列祖伫地一样。愿伊无离开咱，无放杀咱。58节，互咱的心更归向伊，来行伊一切的道路，守伊所命令咱列祖的诫命，伊的律法、律例，伊的法度。我担伫耶和华的面前所祈求这个话，愿这个话人民近伫咱的上帝。耶和华搁日日照代志所合意的，为伊的奴仆判断，甲伊的百姓以色列判断，互地上万百姓知耶和华是上帝，伊以外无别个。佮看一位新约哥林多前书1章20节到22节。20节，因为上帝所应允的，无论偌济，在伊拢有事，所以阿门也是对伊，互上帝对咱得到荣光，打坚固阮甲恁伫基督，佮用油抹咱的是上帝。伊也甲咱吸引，佮赏赐神伫咱的心做定。以上讲道，上帝应允永袂落空，请曾牧师。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来到你施恩座前，阮来寻求主你充满伫阮生命迄种亲密的关系。阮来到你的至圣所，坦然无惊吓，恳求主你将你的应允赏赐予你的囝儿甲查某囝。主，阮寻求你，愿主你的圣神即时对阮讲话。叫请阮，互阮伫你施恩座前，用欢喜、用敬虔，徛伫你的面前。主求你用你的手摸阮的心，互阮知你将应允赏赐互阮。阮伫你面前静静听候，恳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祈祷我个耶稣的性命。阿门。今仔日咱的圣经是咧讲起一个主题，叫做应允。所听兄弟姊妹，应允是上帝出于伊的疼，对囡仔归于伊的囝儿查某囝所赏赐的话。应允是一个真要紧的主题，
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重新来思考，到底上帝伫我的一生中间有想出什么种的应允？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中间，因为伊的应允永远无空空。也这你相信吗？上帝无讲算笑的话，上帝既然对咱所讲出来应允的话，伊必然照伊的信息甲阻碍成就伫咱的中间。所以每一摆的礼拜，上帝对咱讲话，也这应允伫圣经中间这个字，其实就是上帝讲话。无论是伫旧约，无论伫新约，应允这个字，伊本身圣经的字眼就是上帝的话。所以上帝早就已经将伊的应允想述伫咱中间。愿主开恁的心，将智慧放伫咱的内底。所听兄弟姊妹，圣经讲，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准备的，这就是应允。当然，圣经中间有讲到真侪应允的主题。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一方面安静回想，一方面恭敬来听圣神要对恁所讲启示的话。愿咱来到主的面前，咱甲上帝讲，亲像今仔日的礼拜，圣经的经文就是咧讲起耶路撒冷第一摆起造的圣殿，起造的人所罗门王甲伊的兄弟姊妹。因做伙是进入礼拜堂的时，伫礼拜堂的中间，因进入至圣所跪落来。圣经的记载讲，所罗门伫耶和华的坛前，伫上帝的脚前跪落，伸手仰天，对上帝恳求。祈祷明白了后，伊就对伊的兄弟姊妹，伊对上帝，伊对伊的兄弟姊妹讲：咱的祈祷已经结束。上帝已经听咱的祈祷，咱的上帝是一个堪得咱敬拜而乐的上帝。兄弟姊妹，伊所讲一切应允的话，无一句空空。兄弟姊妹，你相信吗？愿咱伫每一摆的礼拜，咱带着期待的心进入上帝伊的施恩宝座。咱来回想上帝伫圣经中间对咱的生命、对咱的人生中间所讲每一句应允的话，甚至听上帝通过伊的牧者传达予咱鼓励、安慰、责备、劝勉，任何一种的话。所罗门伫这来讲，上帝通过摩西伊所讲每一句应允的好话。所以教会应该常常讲好话，父母应该常常讲好话，因为咱是上帝应允的奴仆，咱要将应允放予咱的囡仔，咱要将这祝福放予咱的亲人。伫咱的亲人因的人生拄着困难的时，因会欢喜听咱甲伊讲，爸爸妈妈，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好无？咱的亲人要因为咱的好所行，因就相信咱所讲上帝应允的话是信实，无一句是空空的。兄弟姊妹，这是旧约中间一个真要紧的圣经的主题。虽然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列王记，但是搁较早伫摩西五经的中间嘛有安尼讲，上帝应允无空空。所以伫约书亚要过身之前，约书亚最后伊的遗言交代，嘛就是安尼讲：恁着勇敢壮大，相信上帝，因为上帝应允无一句空空。兄弟姊妹，得时不得时，顺境逆境，咱爱抓牢这种的信心，讲上帝你所讲的话是事实的，无一句是空空。对耶稣所讲的话讲阿们。对上帝所讲的话，应允的话讲阿们。因为今仔日的新约，伊讲耶稣所讲的无一句是空空的，所以上帝一切应允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拢是阿们。愿咱对上帝应允讲阿们。约书亚伫伊最后要离开伊所听的亲人兄弟姊妹，伊讲：我要行世间人
一定爱行这条道路。对打以后，恁就爱一心一意，恁就爱专心、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在恁的上帝，恁的上帝所应允的祝福，无一句是空空，拢要应允伫咱的身上。阿免。愿咱伫敬拜时，咱伸出双手，无论是领圣餐的杯，咱伸出双手；无论是上帝面前祈祷，咱伸出双手，亲像所罗门伫上帝伊的至圣所伫伊的祭坛前跪落来。兄弟姊妹，如果上帝的应允是真的，咱应该连爬嘛，爱爬到上帝的施恩座前，减通凊彩忽略。如果上帝的应允是信实的，咱堪得到嘛？愿咱来到主施恩座前，坦然无惊吓，伸出咱的双手，咱甲上帝祷告：主，你今仔日的礼拜，照你的应允，透放你的路卜，照你的应允，医治你的路卜，照你的应允，坚固你的路卜。亲像今仔日圣歌队咧吟俄罗的诗歌，恁有咧认真听，有注意听吗？恁听到圣歌队所吟的诗歌内底，有甚物种的歌词对你讲话吗？有一项事我捌对主求，然后主应允讲，我要做恁的顶牌。兄弟姊妹，有耳孔的人就听，恭敬听，跪落来听，伫主的面前，为着你的性命，通领受上帝的应允，恭敬跪落来，甲上帝讲：耶和华你是好，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的信实到万世代。主对咱讲话的时间，咱毋通忽略，因为主讲：为着听我的人，我要甲因的性命做丰盛的有备。主为着听伊的人所准备的，兄弟姊妹，你找到啊吗？上帝为你所准备的人生的应允，你知影吗？伫咱的生命中间，上重要、上宝贝的应允是甚物？兄弟姊妹，每一摆读圣经的时，你要亲像排列组合，将上帝所应允的话，直直写，直直写，直直写。阿免，阿免，阿免。然后将上宝贝的应允放伫上头前。我一生中间最好的应允，就是因为我有主耶稣，不是因为假清营，不是居首不居尾，在前不在后。伫人的中间有地位，伫人生的中间有成功。圣经中间所讲的应允上重要，就是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准备，甚至将伊的独生圣子收所而已。对今仔日上帝甲咱是诚侪以马内利同在迄种的人生，有上帝，咱的手中就无欠缺；有上帝，咱的手中就无欠缺。应允是用听来得到的。真侪人拢想讲应允应该是甲上帝讨的，但是真正的应允是静静听。敬奉耶和华伫伊的面前，上帝将你量身定做，为着你量身定做专属的，毋是别人。上帝为着我，伊特别有备的。然后我听着讲，主啊，感谢你。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为着我的生命成就。你的计划，你的慈爱，你的应允，这是牧师为着恁祈祷。愿上帝为着每一个听候伊的人，不但应允，搁再成就。应允是起头，但是成就是落尾。咱的上帝是阿法、欧米伽的上帝，咱的上帝是起头的上帝，伊也是到世间尽头的上帝。所以，上帝应允一发出。伊的确成就
伫伊所听的罗卜的成就。愿咱伫主的面前来领受这种的应允。牧师伫今仔日的礼拜要通过圣经来甲恁分享思考两项真要紧圣经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真正真捌应允。咱拢爱应允，咱嘛相信应允，咱嘛经历着应允。但是兄弟姊妹，伫咱的人生中间，你敢有真清楚知影，你是天公仔囝，你是上帝所疼。伫你来到主的面前，认耶稣做救主，迄个时刻开始，应允就对你到一世人。咱是今仔日的礼拜，咱真心真性来到主的面前，主个上帝用伊的话来传达伊的应允。为什么？如果上帝用伊的话来传达伊的应允，咱兼愿意认真、较无敬虔、拼命来读圣经。昨我去参加一个聚会，载我去坐车的一个兄弟，伊是浸信会大汉的囡仔。伊讲伊的教会咧操练伊的青少年的时代。伊伫暑假2个月中间，每一个囡仔拢爱甲圣经读一摆。所以讲每一日，因为教会读圣经是拢无做其他代志，认真直读，一日来读40章甲60章。真少教会安尼勉强压迫因的囡仔，安尼认真读圣经。这个兄弟伫青少年的时代，就上上帝为吸引。伊到即摆40岁、40几岁，上帝的话真多，伊真大的祝福。所听兄弟姊妹，所有应允的话，早就已经写伫圣经的内底。愿咱伫主的面前，咱安静问咱家己。伫我一生中间，我怎样经历到信主的好处？或者你想看觅，你信耶稣了后，你的生命有什么种的改变？你对主耶稣领受什么种的祝福？伫圣经中间所讲的应允是什么？兄弟姊妹，圣经中间充满真多应允的主题。阿伯来喊无囡仔的时，上帝讲我要赏赐你一个囡仔。阿伯来喊徛伫迄个山头顶悬，上帝甲伊讲：你看，你目睭所看的所在，拢是我要赏赐予你。有迦南地的应允。有上帝囝儿的应允，有到代代无尽的应允，义人后对伊的后代祝福的应允。有上帝讲：我的确甲你三甲地地，我要做你的天父，你要做我的囝儿。有各种的应允。上帝讲：愿伊的国度要临到伫咱的生命中，伫地人亲像伫天人。上帝讲：主耶稣呼召拿但业彼得来跟对我。耶稣伫伊所讲的话记载伫约翰1书、约翰1章，伫遐真清楚讲，当拿但业受呼召来跟对耶稣的时，耶稣甲伊讲一个祝福，讲：你要目睭拍开，你要看见天为着你来开，你要看见更较大成就的代志发生伫你的生命中。兄弟，恭敬听，认真听，回想。上帝早已经对你讲应允的话，愿咱伫主的面前，求天父上帝开咱的耳孔。因为圣经讲，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准备的，今仔日的金句，是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连想象嘛想象袂到。愿主的圣经帮助咱每一个人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拍开心门，咱听，恭敬来听。因为圣应允是通过人敬虔的听候，应允是人敬虔的听候听到的。然后对这个时阵开始，咱的一生就是经验到听候慢慢上帝在咱人生中间成就大事。或者你相信上帝要在咱的生命中间成就奇妙的事吗？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无放弃这种的机会，祈祷的机会。当你目睭闭起安静祈祷的时，你会当求圣神讲：主啊，求你赏赐我100度，
会通来解说圣经内底英文。主啊，求你用100度来帮助我，来看见上帝你伫圣经中间所讲的英文的话，用一个英文的图像放伫你心内礼拜堂，100、200、300，后来慢慢你看见，上帝为着咱拍开天的门，上帝开咱的目睭，互咱看见伊要成就的大事。上帝讲，我的国要进入你的生命中间。所以兄弟姊妹，甲上帝讨。耶稣讲，先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然后恁无讨到，恁拢无也未想象到，连这的我嘛拢要赏赐互你。圣经所讲的英文的话，是邀请咱进入上帝的祝福。英文就是一张支票。上帝讲，我将这个祝福，这张支票你摕去用。咱若甲这个支票摕伫手中，将来毋捌甲用，迄个是一张空头的支票。20几年前，我伫美国有一届讲道了后，有一个教会伊开一张支票互我，迄是我的谢礼。但是我感觉，我要甲伊留做我一生中间一个英文祝福的记号，所以迄张支票我从来拢毋捌。对到今仔日，我无甲伊放入去伫银行的口座内底。迄个咧提醒我上帝的应允。今仔圣经讲，上帝的应允就亲像冰固，亲像钉，圣神要踮伫恁的心内，成做恁的一个应允的冰固，然后恁就深信，对今仔日开始你进入上帝应允的国度。所以兄弟姊妹，广告时间，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搁来8月开始，这礼拜搁来拜六暂停查经暂停，因为这礼拜是咱的青年要为着请爸爸做感恩的这个爸爸节的庆祝，所以咱这礼拜拜六的查经暂停。对后礼拜，我要邀请兄弟姊妹，牧师想要甲恁来做读圣经，读什么？就是读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所讲的应允，耶稣期待咱知影的话。所以过来将近大概3个月，我想要邀请你若愿意甲牧师做伙来听耶稣所讲的话，来听耶稣的讲道，来听耶稣上帝通过耶稣所讲的应允的话。今仔日圣经讲，伫耶稣基督内面，每一个应允拢是阿门。兄弟姊妹，咱做伙来领受。如果恁的时间若无方便用拜六用暗，我嘛有一个期待，恁中间若有2、3人愿意，你会当烧招恁家己做好啊。你甲牧师讲，阮什么时阵方便？牧师只要欢喜时间，牧师欢喜甲恁做伙，用足轻松的嘛，无一定查经、读册会、开讲聊天，无一定爱伫德堂。嘛会使伫二林，嘛会使伫西丽，嘛会使伫宝岛，嘛会使伫溪州。兄弟姊妹，这是一个邀请，咱做伙来领受入捌上帝的话。咱若毋捌上帝的话，咱就真困难，真做上帝入捌应允的基督徒。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知影。牧师要甲恁分享。今仔圣经2段中间，无论旧约还是新约，拢有讲到应允。伫旧约中间的应允这个字叫做达巴，伫旧约中间应允这个字叫做达巴，伊的意思就是话。兄弟姊妹，你敢会当想象伫圣经中间话是偌重要？伫创造这个宇宙的时，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迄就是达巴。上帝讲要有天，要有地，要有五谷蔬菜，要有树木，有田园，有关山，有大海。上帝讲咱来创造一个人，
话就是一个应允甲成就。伫旧约中间，上帝用伊的话创造这个宇宙，但是人伫宇宙的中间真困难认捌这个上帝，所以上帝亲自来到这个世间，伊讲我的名叫做耶稣。这个耶稣用伊家己的话道成肉体，丰丰富富充满稳定甲真理。耶稣用伊的话创造新世界，耶稣用伊的话创造教会。所以教会存在就是不断宣扬强读上帝的话，因为教会存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邀请基督徒来听旧约上帝所讲的话。嘛信煞听耶稣所讲的话，然后通过这个话就认捌上帝对咱讲：我的话要做恁脚前的灯，做恁路上的光。所以伫新约中间，这个字真歹读，伊叫做 Aggelia。Aggelia 这个字就是 angel。你想到什么？app 的意思就是讲，伫这个天使的顶悬，伫这个天使顶悬的上帝。其实，这个天使伊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数架，伊个另外一个翻译叫做信息。咱来用 Facebook 内底有一个留言板有无？一个对话，迄个 Messenger， 就是一个话语传达的工具。兄弟姊妹，伫新约中间咧讲起上帝的话，这个字真重要。英语叫做 evangelicalism， 这字读了客气，伊的意思就是应允圣经的载物，应允圣经的教导，应允圣经的启示，应允的神学。原来伫今仔日个礼拜。牧师真简单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应允伫圣经内底真基本的意思，应允伫圣经内底真基本的意思，就是咧讲起上帝的慈爱，咧讲起上帝的奥妙，咧讲起上帝的心意，咧讲起上帝的计划。既然听到上帝应允的人，伊就知影伊伫人生中间最后的迄个标杆，伊的目标。上帝所享受我人生的进程。昨我去参加是一个圣经营区的定新的设立的感恩礼拜。迄个营区是一个查某人伊所建立的灵修的营地。迄个查某人叫做孙丽莲。迄个查某人一生中间活出一句话。迄个查某人伊心中迄句话叫做“让我到最需要我的地方，最需要上帝的地方。”差遣我去到上需要上帝迄个所在，但是这个查某人伊伫日记中间，并无写到一项更较重要，就迄个发出应允的上帝。兄弟姊妹，这个查某人若有领受应允，但是若无有心中感觉讲，我的查某囝出去。我的查某囝向前行，我向前行。孙丽莲若无有感动伊，差遣伊向我去宣教的事，就无有今仔日的芥菜总会。兄弟姊妹，上帝应允是计划，上帝应允要改变咱人生所有一切存在的目标甲态度。原来伫天父上帝的面前读这句话，约书亚讲。上帝所应允祝福恁的话，上帝所应允祝福恁的话，无一句话是空空。也这阿们吗？恁若袂当来参加查经班不要紧，牧师袂怪恁讲恁是贫惰，但是牧师要鼓励恁，伫恁兜你的厝，只要有安静的时间，把圣经摕起来读，因为伫迄个中间。有上帝的教示，伫迄个中间有上帝的应允。愿天父上帝对恁讲话。所罗门讲，耶和华是应该受恶乐，
伊所一切应允的话，伊所一切应允要享受的平安，答拢已经互咱这个民族以色列人。既然伊通过咱的祖先，通过咱过去的族长摩西，伊通过摩西所讲的五经内底所应允所有的好话，无一句是空空。愿咱伫今仔日，咱的心得到火热，定心点着咱心中的祭坛，咱伫上帝的面前讲：主啊，请讲，你的奴仆静静听。主啊，请讲，你的奴仆静静听。愿咱来到上帝的面前，咱亲像以色列人，但拍开咱的心。所罗门讲：恁的心就爱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伊要将伊的道路，要将伊的诫命，将伊的律例，将伊的法度，将伊的应允各种祝福的话，拢收束互恁。愿咱来到主的面前。咱听伊的话，然后经历着上帝的祝福，伫咱的一生中间讲，除了你以外，我无别的上帝。愿咱听到这个应允，咱讲阿门。然后伫咱的一生中间坚持讲，这个享受应允的上帝，是我一生的上帝，我要对伊到永永远远。愿咱伫主的面前，咱问上帝，主你所予我的应允是甚物？我做一个真简单的整理，这无够牙痛，甲恁做分享圣经内底应允所有的内容。但是请你看，因为这几项的应允是何等的水和宝贝。伫所有的应允中间，咱应该问咱家己讲：什么是上帝予我上重要的应允？是成功吗？不是，因为耶稣讲：人若得到全世界，来丧失伊的性命，有什么利益？所以一定有比成功更加重要的奇妙，就是耶稣进入咱的生命。咱叫做新创造的人，有耶稣伫咱的生命有以马内利的祝福，咱就无孤单，咱就无欠缺，咱就无感觉我欠这欠这欠这。不但安尼，有耶稣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的心思意念要改变，也这何等的重要！一个基督徒若伫圣神的感动、责备的内底，愿意改变心思意念，伊的生命就叫做新创造。兄弟姊妹，心思意念的改变，是一个尊贵荣光的开始。所以耶稣是咱一生中间上宝贝的应允。因为当咱有耶稣了后，咱就有资格称上帝做天父。当咱信靠耶稣，讲耶稣是我的救主，我信。对迄个时阵开始，咱就有一个资格。天堂的门为着咱拍开，有一日咱到上帝的面前，天使就要代表上帝讲，请入来。现在你敢知这种的宝贝？天要为咱开，咱的人生要看见上帝的计划中间真重要、特别的计划。上帝要赏赐咱智慧，圣神进入咱的内心，要互咱准确、参透、明白上帝伊所讲一切的奥妙。当然，最后就进入永远。愿天要上帝，互咱对这个时阵开始。咱来到做施恩保证，现在我要问恁一句话：如果你若感觉这个应允真宝贝，你甘愿意放落一切来听候上帝伫你生命中间，比你的事业、比你的婚姻、比你的成就，更较重要的应允？现在你若感觉应允是信息的，是宝贝，你敢愿意来到主施恩做证，用敬虔的态度，不一定要用白，但是用敬虔的态度，进入你心内
的至圣所，因为上帝伫你的心内咧等咱。如果上帝的话若是信实的，你敢愿意？如果上帝的话若是带有能力甲权柄，你敢愿意？真心真性真力真意，认真刻薄，不妥协。你若听到什么种的感动，你就照这个感动来生活。或者你敢愿意？愿咱每一个人亲自对咱的上帝表明你心中的意愿。上帝照咱的意愿祝福咱。倾听是最要紧的祈祷，敬奉耶和华伫伊的面前，恭敬来听。无安静的人，无敬畏的心的人，真困难听到最美的应许。一个无敬虔的心的人，就算做读圣经，嘛无一定会了解。兄弟姊妹，恭敬来到主席阮座前，安静、静静听上帝伊的话。小的结论，第一个主题的结论，第一个信息的结论，求圣神帮助咱，听到应允，认捌应允。求圣神踮伫咱的心中，帮助咱，互咱认捌上帝为你准备的。彼得前书1章30讲，上帝能，我搁讲一解，上帝能，神能够，上帝让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神能够将一切关乎生命金钱的事，上帝会当，上帝会当将生命敬虔奥妙的真理，就是真理甲活命，赏赐予咱。因为耶稣带咱跟对伊，兄弟姊妹，上帝能改变你的生命。原来你主的面前，咱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所以第二个祈祷就是领受，咱对上帝最美的应许讲阿们。兄弟姊妹，你若读圣经，读到一个你足爱、足欢喜、足感动的，你跪落来，把圣经摆在你的面前，你甲讲上帝，今仔日我读到这段话，阿们。迄个意思就是，上帝，今仔日我知影，你要将这个应允赏赐予我。兄弟姊妹来领受，当咱上帝讲阿们的时，耶稣讲，求就予咱，所就拄着，拍门就甲咱开。愿咱来到主的面前，咱领受有福的确据。上帝听候为着听伊的人，要成就大事。阿们。愿咱来到主的面前，咱唱这条圣诗，这是希洛阿嬷上爱唱的诗歌。This is my song, this is my story。这是我的生命的故事，这是我生命的诗歌。这条圣诗叫做有福气的应允，有福气的应允。因为上帝已经将耶稣赏赐予我，耶稣属我。对打了后，我要试看稳定的滋味；对打了后，我要谈到天堂的荣耀福气；对打了后，我要做上帝的家人；对打了后，耶稣的保护要洗清我；对打了后，圣神的大能力要点伫我的内底。这就是我的故事，这就是我生命的诗歌。愿咱向上帝唱这条诗歌，愿咱同齐讲。上帝，伫你无所不能，上帝能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阿们。上帝能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阿们。上帝的成就，上帝的确实实在在、信信实实来成就一切的大事。因为我相信，圣经讲，伫人袂话的上帝，
凡事拢会。主的面前，上帝将伊的应允，也即句话足水足重要。保罗讲，上帝所有一切应允，无论有偌济，上帝一切所有的应允，无论有偌济，伫耶稣基督内底，拢是 yes。意思就是，当上帝将应允放伫耶稣的内底，耶稣就是迄个答案。耶稣就是迄个应允成就的人。所以保罗讲，阿们，独只有恩耶稣基督。除了伊以外，无想事别的救主。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叫做耶稣。愿咱伫上帝的面前，伫耶稣的面前，咱对耶稣讲：是啊，耶稣 ，yes， 耶稣，耶稣，阿们。愿咱真正伫主的面前幸福，咱对咱的主耶稣讲阿们。愿咱来到主的面前，咱伫伊的面前。今仔这段圣经所讲的话，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甲咱吸引，佮享受圣神。咱领洗礼，佮领受圣神的洗礼，然后这个圣神的充满，要成做一个定。白话字的圣经，伊翻译做最定，和合本甲伊用一定的定。我一直咧想，应该甲伊写做定金的定。较重要啊，但是嘛是真水。另外，最定的意思就是定金。当相信伫你的内面的时阵，这个信仰无再是一个真抽象的道理。当你经历到相信伫你内底火热的同在感动，互你流目屎，互你欢喜，互你有真多的感情的时候，这个相信伫你的内底，圣经保罗讲，这就是一个凭据。这个原文的字就是成做你的凭据，就亲像你去百货公司，你要买化妆品，迄个小姐就甲你试验讲，你抹伫你皮肤有较紧无？你有感觉足舒服清爽无？啊，这人讲，啊，你若暂时无买，无送你一个试用品。这个试用品虽然是细罐，但是甲这罐是同款的内容。保罗所讲的这个定的意思，就是当咱伫今仔日也未过身之前，咱经历到上帝的圣神，其实伫地里就亲像伫天里。这句话的意思是安尼。所以的定就是投期款，就是伫你开始经历了，对这个时阵开始到永远。这个定就是上帝实实在在伊的本质。所以，弟兄姊妹，有福的确据。愿咱来到主的面前，来用这两段的圣经来做结论。最后要送恁两段的圣经，哥林多后书9章第8节，上帝将各种的恩惠丰丰富富加添互恁，阿们嘛。你拢唔知影伫头前上帝为你有为什么，但是相信阿们，上帝为了恁准备丰盛多样化。各种的恩惠，要互恁因为安尼得到充足，互恁有能力做良善的行事。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相信上帝圣神伫你的心内，伊会运行伫咱心中的圣神，要真互咱真做有能力的人。我倒来到应允是上帝的话，最后做结论。应允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是应允。上帝用伊的话创造世界，耶稣用伊的话创造教会，基督徒用上帝的话来见证，上帝的应允是真的。基督徒用上帝的话来见证，讲我的上帝伊所讲的话，逐句拢成就伫我的生命中。咱做来祈祷，也做你家己祈祷。你安尼祈祷：第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圣神，
进入你的心内，奉主耶稣的名，恳求圣神进入你的心内。第二个祈祷，你恳求圣神开你的目睭，看到圣经内底上帝一切奥妙的应允。你恳求圣神开你的目睭，互你成做一个有洞察能力、有智慧的基督徒。第三个祈祷，你若愿意，你甲耶稣讲：主耶稣，你为我死，我要一生为你来活，因为这是最大的应允。我活的就是耶稣。至圣的上帝，你的正经字恭敬坐伫你的至圣所，这是阮诚心的祈祷。愿愿意做你尊贵的囝儿甲查某囝，愿意一生遵守你的教示，求你将你活命的话。招庇的应允，赏赐予每一个照因的需要来领受。愿这间教会成做应允的记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学了你。阮知你早就伫阮的生命中，今仔日你嘛伫我的心内，直到永远。阮安尼恭敬祈祷，奉靠你的圣尊名求，阿门。咱念圣诗来准备圣餐。笑脸光，热闹澎湃，感谢上帝，共一礼拜，互恁大家。我会拿出罪人的救，下罪。上帝甲人美丽信仰，白白受伤在你在中。我甘愿下心向恁最光。今日耶稣的生活间，献伊本身白白互咱，咱得来吃承受来领欢喜救主，
家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今仔归往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讲，今仔劳苦背重担的人，通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主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我要进入就近因。来甲因啉食，因也要甲我同啉食。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着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领受，也传授互恁。就主耶稣基督受被迄暝，有八饼作写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会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逐摆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就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三甲来祈祷。主耶稣，愿纪念你的救恩，愿照你的吩咐设立这个圣礼殿，愿你降临伫阮的中间，你圣化这个饼甲这个葡萄汁，你亲自将你的活命甲你所设立的新约来传授，互阮种囝儿查某囝，愿主你降临伫阮的中间。你的国我的圣神，互这个饼真做国我的官兵，互这个葡萄汁真做活命的水泉，圣洁的保惠，回在阮的生命，养持阮。阮伫你的面前，照你的吩咐，领受你所设立的官兵，祈祷我靠耶稣你的圣尊名求，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那请陈英宏长老，以及迄个啉酒嘅长老来旁边。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现在咱安静，准备心的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求你怜悯阮。主耶稣，阮感谢你，求你怜悯阮。主耶稣，阮恳求你，求你听阮恳求的声。主求你听阮恳求的声。主耶稣怜悯阮，主耶稣怜悯阮。
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求你怜悯我，主求你怜悯我。所听兄弟，敢有人无领受着圣餐的饼？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同齐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来请淑庆长老、刘克良长老、甲中盛长老来旁边。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约，是做会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主耶稣所设立的新约，是以永保会所设立的。咱用敬虔的心来领受上帝的圣餐，主耶稣的保会。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的会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信仰，主耶稣的会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的会所设立的。这个杯代表信仰，是主耶稣的会所设立的。敢有人无摕到圣餐的杯？主耶稣讲，这个杯代表信仰，是我的会所设立的，你着用安尼来纪念我。咱同齐来领受。
逐摆咱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当心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你极大的疼痛。愿领受你的圣餐，成做阮灵魂的食物。阮时时明白你疼阮的心，你的疼惜，互阮成做你圣国的子子，有份伫你真道的信。阮要做你永远国度的护士。阮的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排列阮家己互你的事，恳求你欢喜接纳阮，用你的慈悲怜悯帮赞，帮助阮持续这个圣洁交通甲关系，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用感恩的心准备来奉献。坐，平安礼请郑牧师。今天刚有新来的朋友，恩君的朋友吗？他来过吗？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咱今仔日首先来为着柔恩来祈祷。柔恩伫咱的向日葵学院服务一段服侍一段时间，上帝赏赐伊一条新的路，咱要为着伊的服侍献为活祭，咱来请柔恩来头前，牧师甲你祝福，咱做伙祈祷。
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真感谢你，你有感动，你有引带，你有祝福你的查某囝，互伊有一个真神圣的使命，伫伊的专业，伫伊的工作顶悬来陪伴，向你开小员这段宝贝的时间。阮将伊的服侍当作活祭，是你所欢喜的。阮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恩赐福，祝福伊手所做的工，真侪上帝你的祝福的种子，进入伫伊所接触到过去，这每一个囡仔。阮伫你面前，也将助恩将来要行的道路，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保守照顾，主你照你的计划，照你的慈爱，引带你的查某囝，互伊追求你的事，就要看到上帝你伫伊的头前，咧听候伊步步站站来引带，主赏赐你的圣心来引带伊做伊的保惠师。阮伫你面前祝福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谢谢你，上帝祝福哈。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好无？像即礼拜生日的人，敢有？即礼拜生日的人，该想拢无伫咱中间，是吗？伊生日吗？啊，恩君你陪伊来啊？咱要阁有素质啊，吼！啊，阁有陈正义，陈正义就是即个建中的姐夫，吼，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的教会每一个伫生日中间来到你面前，恳求主你家己亲自施恩赐福。至圣的天父上帝，阮要为着所有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来恳求主你施恩，特别你用你的手放伫因的心上，将你稳定的油抹伫因的心灵的内底，互因一生一世真侪无欠缺的人，互因心欢喜、心快乐，肉体安然徛起。所以嘛真欢喜，今仔日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因来到阮中间做伙做礼拜。伫伊生日的时，阮恳求天顶的上帝，你祝福伊，互伊亲近你，领受你的帮赞，做因一生及时的稳定，及时的帮赞，领受你的稳定，做因一生及时的帮赞。主，阮伫你面前，为着这生日的兄弟姊妹，求讨圣神的充满，圣神将智慧的心放伫因的内底，互因真做好的生命的关键。主，你听阮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咱来请报告，来请报告。啊，伫要报告的中进前，咱的敢有要报告？迄个父亲节是讲啥物人要报告？我听到秘密啊，是毋是？无吼。敢是你吗？美玉啊，你要报告无？好，来，麦克风。麦克风好无？下个礼拜这礼拜过来爸爸节哈，所以礼拜六咱有一个活动哈。孩子们要为着辛苦的爸爸尊贵的爸爸做一个感恩的活动哈。就是咱伫咧八月8号礼拜六5点半的时阵，咱是会有主办一个爸爸节庆祝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要参加的人会当向我报名。报告到这。牧师有一个报告吼，就是伫咱的即个集体交通第4项，这是一个足好的训练。我有看到即个讲师的即个大纲内容吼，是一个足好的训练毋是干那会当做即个教材的种子讲师，
更较要紧嘛会当帮助咱准备安怎过一个爽年，到面对咱的生命的较成熟期的这个生活，是一个真好的一个课程的内容。迄个内容毋是干那教科书尔，伊会讲到这个圣本笃会圣本笃会伊安怎咧培养、咧帮助人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因是一个灵修古老的灵修传统。有2天的时间真难得啦，因为这个主办单位伊毋是无所在人去，伊特别将这个机会留互咱。原本是设计是古伦神父会来，但是因为这个疫情，所以古伦神父一直到即摆还阁无法度离开德国，甲来咱中间。这个讲师就是长期咧翻译古伦神父的册，叫做吴信如，甲一个曾淑婷牧师，咱前总会的助理总干事曾淑婷牧师，因2个人要做伙来做即种的分享甲教导所以我要真鼓励咱来参加因主办单位佫足客气的，甲咱讲，即个要补助咱，毋是补助咱要互咱打折但是我感觉讲，最主要毋是因为有打折，所以我鼓励恁来，是因为这是一个真好的课程我知影咱多数拢抑个上班族伊毋是，恁就爱特别请假，伊是拜1甲拜2所以欢迎咱大家报名参加恁直接报名也可以，还是要甲牧师讲因为有网站的，我有传伫咱的教会的 LINE 族群内底，恁直接报名也可以，还是甲牧师讲我才甲恁会诊报名安尼。是我来报告。顶周的聚会，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祈祷会拜3暗时8点伫礼拜堂，拜5家庭礼拜，甲8月14的家庭礼拜暂停。青少年团契暂停。查经班拜6 7点半伫教育馆的2楼。圣港的服侍下周聚会，张丰仁执事、领事林玉祥姊妹、苏琴、陈美秀姊妹、苏宪、林万乐、廖美娥执事，招待第3组，爱山暂停。新安宫的读经表，咱照安尼家己灵修。集体交通，本主日礼拜后举开8月份中集会，请中集出席。第2，欢迎郭依宁姊妹的妈妈郭土金英伫病房领受洗礼，来倚靠上帝，愿主祝福。第3，父亲节，咱爱遇见爱，与爱相遇庆祝活动，时间是8月18，暗时7点半，欢迎敏玉报名参加非常拜师，第4非常赞的课程，我的引华，我的自主，真好的政治教师实作班，9月14、15，咱教会有优惠，欢迎报名。第5， 8月份开始新的查经系列，认捌耶稣的教导主题，对耶稣的教导中见灵魂的图像，欢迎参加。咱也为着生日的兄弟祈祷，奉献报告咱家己看，若有毋对，早过继人员欢迎。大岛的事项，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2，为彰化中会
50周年事工祈祷，请咱也为着心心欠安的祈祷。第四，为教会青少年学校的课业祈祷。升高。第五，请咱为着适婚青年祈祷。第六，为姊妹教会代祷，富林集集德克达雅。三甲来吟上行511首。上行511首，何乐上帝至权至尊，造化的主，万福原本。天顶圣赛，天下万民，永远和乐，地境圣神。临时煞，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灭道避讳。